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表示，會盡快分析研究歐案涉及嘅工程同專營合約等嘅善後處理，又承認歐案的確令到公務部門嘅人員感到有壓力。李麗尚報導。咁對於涉及歐案已經批給嘅土地，公共專營合約會點樣處理？工程又會唔會繼續進行？劉仕堯回應話，案件牽涉嘅土地同工程等都有唔同嘅情況，經過分析之後會盡快依法處理並向外公佈。其實就中院嘅判詞呢，我哋呢正係作出一個分析。咁因為嗰個個案裏邊呢，不同嘅項目呢，佢裏邊呢都有不同嘅具體嘅情況。咁因此我哋都要係作出一個詳細嘅分析呢，係會產生咩嘅影響嘅程度。但係無論係點嘅，我哋係會依法同埋喺呢個謀求公眾利益嘅前提呢，係依法咧係作出處理。劉仕堯又話，歐案的確影響咗公務部門人員嘅工作情緒，部分同事感受到壓力。未來部門會透過簡化程序同加強溝通等工作更好咁開展，亦都會喺工作安排同支援方面給予正面嘅支持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李麗常報道。